主我的神，你是配的歌颂赞美，哈利路亚！我们好声呼喊，高举耶稣之名，哈利路亚！好，扭动我们的身体。准备赞美主哦！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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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好，再放手一点。来放松一下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哦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再次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哦，赞美主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再次哈利路亚，哈利标题路亚。让我们用最大掌声，将我们的赞美献给我们在天上的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阿门。用这支比较好，用这支比较好。领唱的用这一支。好，咱兄，喂，兄姐，请坐。这是咱嘉南教会59周年野外礼拜，咱这是要来开始。59，请咱各位兄弟姊妹请安静。多10年啊！来啊，咱着各种敬拜伊，咱来跪拜创造咱的上主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牧养的羊群，是伊照顾的子民。今仔日应该着听伊的话。这是咱来吟圣诗第7首。圣诗第7首，行伫山林小路，吟诗学乐，请起立吟全首。行伫山林小路，吟诗学乐，溪水轻轻流，通拖轻声呼。行伫山林小路，吟声领袖，自己苗创造，河海自由。行伫山林小路，感谢唱歌，花蕊是家团，蝴蝶通作伴。行伫山林小路，自心观看，自己苗创造，遍地充满。行伫山林小路，心头轻松。鸟只是飞飞，凉风微微吹。行伫山林小路，静静体会，自己苗创造，关灵受罪。行伫山林小路，点睛祈祷。草用草不心意，树会花心机。行伫山林小路，专心仰望，自己苗创造，万物尊重。这是咱议员徛的三角来祈祷。
万军的耶和华上帝，普天的长远耶和华来欢呼。阮当甘心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愿意唱歌。阮拢知耶和华是神，阮是你所创造的，是属于你的。你做阮代代的救主，做阮徛起甲帮站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主宰万有，你是万有大神，万有嘛靠着你来徛立。阮尊你的名为圣，并且你的话语会当带来性命甲着医治，是你指引阮行往永生的道路，一切荣耀、宽饼甲恶乐全拢属于你。你的美善、你的恩典、你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世代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今仔日是圣的主日，嘛是你所设立的迦南基督长老教会。为设教59周年庆祝活动所举办的野外感恩礼拜，阮有500几位的兄弟姊妹，甲着社区的好朋友，集齐伫淡水真理大学来聚集。阮透过今仔日的规划，有感恩礼拜、马街朴素故居的巡礼，来翕团体上探索淡水老街。暗暝伫桃园的老村长的餐厅嘛有爱餐的活动。阮要来伫敬拜着主你，阮要来感谢着主。阮要来荣耀归予你，嘛要互肢体有水的结连，并将福音传送互这社区的好朋友，同享主耶稣的疼。因为阮相信，这拢是主恩待迦南教会的印证。阮用敬虔、用一心一人的安排，愿听阮的主欢喜，甲阮三个同在，互今仔日的活动充满上帝的平安，甲着喜乐，也互社区的好朋友再一次体会上帝的疼。兄弟的热情，互所有活动对头到结束，拢伫喜乐中来进行。较暗，阮规个车队要转去到着桃园，会参加这个爱宴，由阮奉主的名来宣告，你要亲自带领祝福，圣神同在，野外礼拜平顺荣耀归主。那主上帝，这是阮恭敬将这个感恩礼拜摆咧伫你的面前，愿你坐伫悬悬的圣座宝座顶。圣神开启每一个兄弟的心门，互阮同心一意敬拜，领受你百足的精神美娘，成做阮代代的恩福。阮安尼感谢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求主的名，听阮祈祷。请坐。这是咱要三甲的启用。咱今仔日的启用文是咱的陈牧师甲着文成长老引用诗篇23篇来改编的，要正做咱59周年，咱回应上帝的呼召，甲着这颂赞甲感恩。咱这是三甲的启用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半项。对记录我教有6位照顾人牧师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到清净的水边。伊带迦南教会对永乐街车库、和平路后壁到中华路49号以及中华路33号。伊互我新的气力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正直的路。伊互真侪人对逐所在来到桃园，互迦南教会注入新的气力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嘛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，你的棍、你的拐，互我安稳自在。迦南教会过去嘛经过侪艰难困苦的代志，总是主的保守，互牧师中集同心一意，通安稳经过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为着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款待我做贵宾，听我的杯到满出来。迦南教会得到上帝满满的恩惠，小组、三福、上年、妇女、青年、社区，搁开拓新的教会。你的恩典主要一定一世人甲我做伴，我要永远踮伫上主你的厝。愿上主恩典永远甲咱同在，互迦南会兄弟，我靠主讲传上帝国度，
互甲较侪人永远住伫上主的厝。这是献诗，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，因所要献的诗是咱着三听，咱着三听。
这时咱要来共读圣经。今仔的圣经记伫旧约耶利米书23章的第1节到第7节，咱要请儿童牧区的老师甲着这小朋友来共读圣经。今仔日，阮儿童牧区要来读圣经，阮儿童要来读华语。咱下面第2摆台语的时阵，再请会长甲阮三个来读。23章1到6节，请那些。我们用台语来读第1节到第6节，请。上主讲，遐个山海高官线我草场的羊的牧者有知好啦。关系才会着牧养上主子民的牧者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恁无照顾我的羊，搁甲因赶线，恁着知。我要因为恁的歹行为，甲恁处罚。我要自责遐会存落来的羊，对我赶线因去的所在，甲因带倒来，互因生看搁加添真多。我要爱新的牧者牧养因，我的羊群袂搁失胆行赢，连一只拢袂失落。上主安尼宣布，上主讲，死日你要到，我要互台北的细个发一支公义的旗，以治国天明，伫这个土地施行公平甲正义，因为伊的执政，犹太要得到解救，以色列人民会当安居乐业。人会甲伊叫做上主是阮的公义。以上。这是咱讲道，咱要请本堂主任牧师陈牧师会来讲道。伊所要讲的题目是摩道失线的时刻，摩道失线的时刻。请咱同心来祈祷，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上帝你所定着的日，阮会当来到伫淡水即个上帝你所祝福的所在，互阮会当做伙伫遮来敬拜你，也孝念你伫即个土地，伫阮的教会上帝你一切奇妙的作为。主啊，也愿上帝你的神大大充满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中，互阮领受上帝你宝贝的话语。也当加做阮的信心，
向头前的抽彩标来抛照。愿亲爱的主，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，让我们在今天当中能够领受上帝的爱，领受上帝的话，领受上帝的灵，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。我们如此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有没有看到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？从这张照片可以找得到我们所在的地方吗？好，帮我按一下。好，就是这个礼拜堂的地方啊。所以在我们现在坐的右手边，你现在往右边窗户看出去呢，就是英国领事馆。再往你的英国领事馆再看过去呢，就是什么城？红毛城。好，如果我们从左手边看出去呢，这边就是马街故居。好，我们的左手边，再往下走下去呢，就是淡水教会，就是马街登岸的地方。这个地方是一个上帝所祝福的地方，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上帝在北台湾福音的起跑点。好，跟你旁边说，我们现在在北台湾福音的起跑点，我们现在在。因为福音是对淡水探到北部台湾这个所在，所以伫将近100几年前，好，不是就咱顶礼拜有分享，400年前，上帝就带西班牙人、荷兰人，陆陆续续，好，把上帝的道与福音救恩带到这个地方。而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，好，真的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，所以让大家相手，让用普阿声将一切恩根归给上帝。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咱拍拍将恩根归给上帝。好，感谢主。上帝的恩典，或者无信主的人，没有相信福音的人，但是能够今天我们在这边一同来见证上帝他非常奇妙的作为啊！在从耶利米书好到现在，我们看见耶利米的信息，告诉人应该要醒悟。要走悔改的路，要下决心。上个礼拜我们分享是要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而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是看到悔改的第4个步骤，就是要愿意付代价。请大家说一次，愿意付代价。讲到愿意付代价，我们就会想到什么街？马街。好，他真的是一个愿意付代价的一个上帝的仆人。马街它的座右铭，请大家再来复习一次：宁愿烧尽，不愿锈坏。而马街他成为上帝所拣选的仆人，付上他宝贵的生命，成为今天众教会在北台湾福音的祝福。而我们看见在今天的经文，刚才在大朋友小朋友我们大家一起读的经文，是来自于今天的每日新眼光的读经，耶利米书22章到耶利米书23章。这是上帝给我们今天在台湾长老教会所有弟兄姐妹希望听见的话，你相信的就说阿们。上帝让新眼光每一位阅读新眼光读经的弟兄姐妹，就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遐的姊妹，5万家的所有兄弟，大家当斟酌水来听上帝讲的话，因为上帝所差派的牧者是要来照顾这的羊群。总是这的牧者若失迷，这的羊群就迷失。牧者若迷失，而羊群也跟着迷失。所以从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，在当时耶利米的时代，当时的牧者就是那个时候的君王，他们没有尽君王的本分，以至于没有好好照顾国家的人民百姓，以至于上帝就来管教。所以在1节2节，上帝说这些牧人就是上帝所差派的统治者，他们却残害赶散那些草场上之羊的群众，这些领导者真是失职。但是上帝说这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，上帝因为他们赶上上帝的牧人，上帝必要惩罚他们。而3、4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我要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召集我羊群中剩余的，领他们归回本处。他们必生养众多，我必设立牧人照管他们，牧养他们。他们不再惧怕，不再惊惶，没有一个失丧的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下半段第4节，我们再读一次。我必设立牧人照管他们，
牧养他们，他们不再惧怕，不再惊惶，没有一个失丧的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在今天我们出来在这里一起礼拜，上帝对我们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徒说了这一句宝贵的话：上帝要设立牧人来照管他们，而不是只有在今天，甚至是在100年前、200年前、400年前，上帝找伊的奴仆要来照顾伊失散的羊群。咱看到马街，小当咱下晡会去到这个所在，星巴克的前面。马街登岸的时候，就在这里跪在地上做了一个祷告，愿上帝与他同在，让他能够为上帝做见证。虽然他来到淡水这个无亲无故、没有认识半个人的地方，但是他不晓得上帝要怎么使用他的生命。所以马街从淡水出发，往北台湾、往中、往东、往西、往南，到各个地方去，而他能够把福音带去。但是马街他有上帝的智慧，知道并不是靠他一个人做的，而马街呢，是透过他所设立的牛津学堂。这张照片呢，是一个透过现在的 AI 科技，把过去的老照片加上颜色。有没有看见马街坐在哪里？中间头上戴什么颜色的帽子？白色的帽子。旁边的人呢，都是当时的台湾人，就是咱的祖先、咱的前辈。因伫这个所在，唔捌你，唔捌上帝，唔捌圣经，唔捌听过福音，但是因敢捌一个人叫做马街，所以马街就招因来信耶稣，带因来读圣经，来看见上帝奇妙的恩典。所以这些人，透过这些人，就从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现在礼拜堂的正对面，他们在这里。留下这个合照，然后就差派他们出去到全台各地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，好，在马街29年的传道当中，建立了超过60间的教会。好，这上面是在这张地图呢，是在1895年的时候标出来的时候，好，在马街过世前6年呢，所标的地图上面有当时好将近50间的教会，好，每一点都在3个地方。好，我们桃园就在这张地图的中间的地方，好，大科汉，好，就是这个大溪的地方。好，马街靠着他的双脚，带着他的门徒，带着这一群在牛津学堂接受呼召、明白真理、愿意去的人，就去到了东西南北，好，最远来到了台中，好，大甲溪的地方，而最东呢去到了宜兰，然后划船，那时候没有苏花公路，也没有自强号可以坐，从宜兰划船在海上航行，来到了花莲的地方，在那边来传福音。在下一章我们看到，这是马街在平埔的部落当中。他不晓得怎么样跟他们来沟通，但是透过当地人，不断的透过当地的人，能够成为他们的向导、翻译，把福音、把耶稣、把好消息来带领他们认识。如果今天站在这张照片中间，那个戴白色帽子不是马街，如果是你站在那边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跟这一群人来分享？如果上帝派你去到东西南北各个角落，你要怎么样跟他们来见证耶稣基督，跟他们来分享这个好消息呢？马街寻找上帝迷失的羊，把他们带到上帝的家中，让他们能够听见福音，能够明白耶稣爱他们，上帝要拯救他们。第三，我们看见在迦南教会也有迷失的羊，等待我们去寻找。我们一起来读好，耶利米书的第5节、第6节。看哪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为大卫兴起公义的苗裔，他必掌王权，行事有智慧，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第6节，在他的日子，犹大必得救，以色列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他的名必称为什么？耶和华我们的义。好，耶和华我们的义就是耶和华其根奴啊 ，seeking new。好 ，seeking new，Yahweh seeking new， 请大家说一次 ，Yahweh seeking new。好，这是一个希伯来文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上帝成为我们的公义。
不论我们住在东西南北哪个角落、哪个地方，耶和华要成为这个地方的公义，成为这个地方的审判者，成为这个地方的掌王权、居首位的那一页。所以和合本翻成耶和华其根奴，希伯来文是亚卫 Tsidkenu， 而再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成为我们的公义。上帝透过他所差遣的牧者去寻找迷失的羊，不管是在100年前、400年前，就是到今天，上帝仍然透过他所设立的牧者来寻找迷失的羊。而这是一个北台湾福音的出发点。今天我们回到这个出发点，除了感受上帝在这里的呼召以外，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牧者，去牧养群羊，一个不能少。跟你旁边说，牧养群羊，一个不能少。牧养群羊，一个不能少。上帝要我们去传福音，去报好消息，去带领人来认识上帝的话。好，这张照片是我们社教36周年的时候，就是在25年前，好，23年前所拍的照片。你有在这张照片里面的人，请举手。你有在这张照片里面，请你站起来。好，你有在这张照片里面的，叫你起来。哇，哦，很多人哦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这张照片大概有300个人哦，现在站起来人大概50个人，250个人去哪里了？好，希望好来，请坐，好，请坐，好，我们要去寻找迷失的羊，一个都不能少，盼望。等一下，好，在几分钟之后，我们就要留下历史的照片。或许20年后、30年后，好，又有同样的人在同样的地方讲同样的圣经节，然后带大家看不一样的照片。但是我们希望每一个羊都没有迷失，好，不代表说不能继续在这边。或许他们为主而去，或许他们是为主做工，上帝把因找去无同款的所在。总是拢是上帝用啊，因为上帝是咱的公义，耶和华是我们的义，耶和华他的名字叫做其根奴，好，其根奴就是他成为我们的公义，而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，好是要感谢众同工弟兄姐妹大家的努力，好，我们做了一个新的尝试，新的努力，好，就是让大家从东西南北出发，然后呢来到这个地方来汇合。而在这个地方汇合，好，来见证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能够 together， 因为我们就能够 stronger。好，所以英文说 stronger together， 请大家说一次 stronger together。传道书说，3股合成的绳子就不容易折断，羊若分散了，它就容易迷失；羊若分散了，它就容易被狼所吞吃。但是当羊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就能够展现出坚强的力量。所以今天我们虽然从4面8方而来，但是上帝把我们聚集在一起，让我们能够做主坚强的见证。下一章我们看见，在迦南教会经过几个月的讨论，还有在几个月的筹备，这是迦南教会接下来的组织调整。而在组织调整当中的调整和改变呢，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能够 stronger， 让大家能够 together， 让教会能够继续的坚强为主做见证。所以特别在右下角的地方，我们希望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被牧养。透过台语礼拜牧区，透过华语礼拜牧区，透过青年礼拜牧区，还有透过阿嘎佩的牧区，让从0岁到99岁，甚至到120岁，都能够被喂养，都能够被照顾。阿们。一个羊都不能少，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一只羊都不能少。上帝要我们 stronger， 而之前我们要先 together。当我们能够聚在一起，彼此的关心，就好像今天大家好拿着这个车长的车牌，而能够跟着我们每一位长老车长来到这个地方，就不会迷路。好，但是很遗憾的，好，今天也有人没有上车，好像有3只迷失的羊。好，现在呢可能在火车上面，好，或是在捷运上面，好，希望他们可以在中午以前赶到。
但是我们知道，因为有这些车长他们的回报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现在有哪些羊还没有上车，我们可以去寻找他们。盼望今天是一个重新出发的日子。好，今天也是一个60周年福音的起跑点。今天我们嘉南教会庆祝59周年，马上就要进入60周年。而这是一个起跑点，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是一个挑战，是一个很多的困难，或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的。但是上帝要带领我们，让耶和华成为我们的义，让耶和华骑跟奴，让我们认识他的名，他能够为我们掌权，能够带领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在迦南教会庆祝59周年的时刻。你予阮听见先知耶利米的话，上帝，你所差派的牧者，伫过去所行过这历史，因所行的每一个脚步，都会当行做今仔日所有人的祝福。主要让我们能够效法马街的心志，宁愿烧尽，不愿锈坏，让带着我们的脚步，成为一个传福音的脚步。让我们所到之处都能够见证上帝你的信实和美好，让我们更加认识你的名是耶和华其根奴，让我们更知道上帝的公义不要再行在这地上，如同行在这天上。祝福迦南教会，祝福在马街所设立的众教会，祝福全台湾的教会都能够为主发光，做光做盐，高举主的名。今天是我们与主重新再立约、重新出发的日子，让我们回到北台湾福音的起跑点，让我们继续奔跑前面的道路，向着前面的标杆来直跑，直到耶稣基督得着耶稣基督从上面招我们来得的奖赏那一日。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这是咱的吟圣诗322首。我情哪失败，哪样失败？我情哪样失败？圣诗322首，请起立吟全首。我情哪样失败？调我难散去世，无这的声我无要听，我爱地伊去行。我情若行风冲，无海徛去家中，天父的声我无爱听，爱要是家去行，无这找样伫伊，地也找伊行日，经过最深的旷野，爱要找我伫遐。做着我险的事，要予我真心失去，伊就可怜将我来背，求我不免失败。我这就是耶稣，做我救主保护，留伊保惠使我有悔，求我脱离死罪，赞我断脚步，带我来行这路，带我步我故意游调，因地有气袂扬，我情你开样军，无这大运。
一定来行。环境虽然不好，最我风中起早，大海顺弹跳我天边，因定天边家。请坐，这时咱要来奉献。奉献是咱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自甘心乐意。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。我的生命献给你，这里路引导之时，是给你献给主，归延光你万年故。我的手爱你明亮，为着我主做这样，我卡也为你献，常常替你行无限。我的声音破你样，欢喜我主无停。我的嘴对来叮当，我团好音来求人。请起立。我的经文献给你，永存龙潭里记忆。我的在前的修书，甘愿向你做祈求。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疼，带念迦南教会行过59周年，每一步拢是稳定的记号。阮满心感谢俄罗。今仔日，阮来到淡水真理大学野外礼拜，要用谦卑敬虔的心，合实马街朴素、坚定的信仰态度。宁愿烧尽，不愿朽坏，一生为主来奉献，互福音讲传，利益众人。阮每一个迦南人，嘛要手牵手，同心同工，甲主做伙行，伫世界各所在高举主的圣名，开阔上帝的国度。这是阮诚心奉献主所赏赐的时间、金钱、才能，诚做圣工的路用，愿主欢喜接纳。阮安尼祈祷、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，阿门。请坐，这是咱请施主长长老来报告。咱今仔日足欢喜，通啊，搁一届伫真理大学这个大礼堂来敬拜上帝。啊，今仔日中间有真侪第一届新来的人客吼，咱伫报告的头前，请头一届伫咱迦南教会、迦南教会参加聚会，或者搁一届，请恁起立好无？哦，头一届来吼，来，咱起立嘿，咱来拍拍欢迎恁吼。好，请坐，一次欢迎，永远欢迎吼。来伫遮吼，请咱。等到桃园后礼拜开始吼，咱伫中华路49号迦南教会，拢欢迎大家来。咱有2场礼拜，第一场是9点是华语，对不起
9点是台语，过来吼第2场伫10点半，第33号的新堂是华语礼拜吼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过来咱来做消息的报告。第一项吼，顶主日就是10月6号、10月6号，咱有召开临时会会，咱有顺利来选出长老4名，啊执事10名。啊，即届的当选的长老甲执事呢，要伫12月1号的主日礼拜中要来就任。若是对选举结果有意义的吼，有意义的，请伫10月27日前小会来提出。过来，今仔日的礼拜了后呢，传道部有安排2项特别的活动，要邀请兄弟来参加。第一项就是这个马街山景，哈。啊，搁第2项是淡水1日游轻松小活动，哈，请大家踊跃来报名参加。过来，先是助学金吼，已经伫顶礼拜已经公布了哈，伫10月20号第2场礼拜华语礼拜中有啊，要预定要伫10月20号哈，后礼拜第2场的华语礼拜中要来颁发，啊，请受奖的小朋友哈，同学们啊，会记哩后礼拜第2场华语礼拜啊来参加来领奖。过来，刷加入来吼，咱下面准备到这个外口，这个大花园遮来翕团体照，啊，请咱让好这个时段。好，嘿，咱请吼头前遮吼让好迄个前面吼，请80岁以上的长者跟行动不便的吼，好80岁以上甲行动无方便的，请咱让一点这个头前抓，啊，咱少年有体力的吼，甲咱儿童，咱行一点中抓甲后边遮吼，这个只要在看得到这个礼堂上面，这个待会会有那个。李峰兄哈，李煌兄来跟我们指挥啊，听伊的指挥哈。OK， 好。啊，有啥物补充？好，啊，咱那边即马咱来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吼，咱请先读台语，再读华语吼。好，台语请。上主讲，时日要到，我要互台北的世系发一支公义的旗。以治国宪明，伫即个土地实行公平甲正义。亚利米书23章50。上主说：“时候将到，我要为大卫兴起正义的之子，他的统治贤明，他要在这块土地上以公平正义治国。”耶利米书23章5节。好，咱要伫唱啊，做祝福的诗歌以前，咱搁宣布一届吼。咱确定啊，做即个阿门颂了，咱所有的会友，咱将徛咧，咱交圣歌对当地唱耶和华祝福满满的诗歌，吼。啊，做阿门颂了，咱拢徛咧。了后，这祝福的诗歌唱了，咱拢将所有兄弟姊妹，咱拢为港台来。吼，咱拢为港台来，咱要先伫咱即个室内，咱先来翕做大团体照吼，大团体照了，咱较去外口。吼，咱即时好，安尼咱报告到遮吼，咱即时来唱做祝福的诗歌399首，愿上主大人来，圣诗399首，愿上主大人来。咱吟诗说，请陈牧师来祝祷，请起立吟全首。愿上主大仁爱，应定你心内。主会听每时刻，甲你应同在。我主应更偏照你应主必宽待你。主心保守你对己心，高应世代。愿上主大仁爱，应定你心内。主会听每时刻，甲你应同在。愿主应更偏照你应主必宽待你。主心保守你对己心，高应世代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慈悲疼探，信心的感动，甲恁众兄弟姊妹三个伫地，互上主的牧者做恁的牧者，互每一只羊拢无失迷，永远踮伫上主的厝，对即时到因世代无煞。阿门。大家仍然站立。咱就会用这首诗歌《耶和华祝福满满》，对今仔日开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对头搁一摆，田中的白灵诗，田中的白灵诗，无欠花谢，山顶的百合花，山顶的百合花，春天的花。好，我们请青年青年40岁以下青年先来到台上的最后面，40岁以下的青年先上台，40岁以下。请先来到台上。耶和华，耶和华祝福满满，亲像海比头刷。小朋友先不用，好，国小以下先不要动。40岁到13岁国中生，好，请到台上最后面。接下来请60岁到40岁，好，也上台，好，站在我们青年的后面。60岁好到40岁，请你们上台来站在。耶和华祝福满满，亲像海的沙，稳定主爱的到万世代。我要举手敬拜，我要举手敬拜伊，出欢喜。歌声，乌罗亲像伊名，搁一摆，耶和华祝福满满，耶和华祝福满满，亲像海比土沙，稳定主爱的到万岁代。我要举手，我要举手。好，接下来咱请咱的兄弟拢来到台前。好，来，大家请来到台上，好，然后请小朋友在前面，好，来，请咱的兄弟拢来到台前，那边来照团体照。耶和华祝福满满，亲像海比土沙，稳定主爱的到万世代。乌罗亲像伊名因无煞，搁一摆耶和华，耶和华祝福满满，亲像海比土沙，稳定主爱的到万世代。好，我要举手敬拜伊，出欢喜的歌声。乌罗亲像伊名
路亲像你们不用再上去了。学路亲像伊命因无选。好，那亲爱的兄弟姐妹啊，我们现在往台前来移动。好，那如果呢，我们有没有看到楼上的相机？好，有看到的话，你就会被拍到；好，看不到的话就拍不到。好，所以想办法好，让你们可以看到楼上的相机啊。好，那我们前面如果站不下，可以站到往前椅子的地方。好，不用蹲。好，闷苦哈，蹲下来没有用。好，蹲下来没有用。好，那两边的角落好都很明显，只要在旗子的下面，好，两边左右的旗子下面。都可以看得到哈，好，所以请大家头往上，那记得几件事情，好，口罩，好，口罩，好，请先脱下来，好，在那边，在那边。